好，过来都是刚才搞错歌曲的雅纯创作的歌啊，这首歌呢，因我的理解啦，我的理解对，伊咧讲一位姑娘自细汉到大汉啊，最后变做老仙人，到天庭去这个过程，来细节雅纯来讲。这个就等于就是念歌吼，念歌就是讲故事、讲故事吼，好就用唱的讲故事。他等一下这个故事叫《老仙婆游天庭》，吼就在讲我这老仙婆，他本来是一个查某囡仔吼，但是渐渐吼有修为吼，就变成一个老仙婆，吼安怎来这个去到天庭的故事这样子。吼，安尼这首就是这个老仙婆游天庭。他就是安尼。OK 好，分心调音。好，这是一个台湾的歌台。讲到这个姑娘啊，住伫这个苦笑的山区，但是山顶的生活是真辛苦，三顿定定唔知买如何。哇，这爸母实在无法度，就叫囝儿出去找出路，菜汉着做。厝外人姑娘几年无应当那位，行过路头千万工，知影人心拢无。姑娘出去走唱，看过真侪人，不管是富户人，也是去食头，伊拢有交朋友，细情意嘛。看真侪，就写念歌来看世呀喂，互人解问小问题，互人学路较好咧。念了几十冬，姑娘变成老大人，哇，变成阿婆嘛真红。念歌来看，拢是人啦。念歌来看，拢是人啦。哇，嘛无共款哦。阿婆念歌念成正，名声探出这个台北城，广受地主满大厅，啊，天神看到嘛着惊。一暝梦中，风吹窗，开窗来看无半项人喂，雄雄放金满花香。在天顶神地讲啊喂！哇，这阿婆问仙女，仙女来找我是有啥物代志啊？神路还没出来啊！仙女，神路对啊！哇，这你古水的仙女，安尼当然好啊！哇，安尼当时就爱去报道，赶紧讲来免啰嗦。
欢喜。阿婆煞夫连死心去，哇！众人着惊甲送伊，阿婆乃雄雄着来死啦。歌怎准备哦？目屎滴，只是仙女过来接伊咯。情人地主放袂离，心内想要来提示。阿婆开嘴，就讲起8点连干到头去了位，毋望仙女就当伊，千万毋通来做事。老先婆有天地，咱甲阿婆旁边天顶去啊。